城區銷冠盤清動活動西區彩虹片區主力項目即將減一，二期總貨量200零套，單價低至12500蚊一平方米，享受1萬蚊贈送車位。跟隨個鏡頭去睇睇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異境志頻道 Kelly。今集嘅節目時間同大家重溫一下華陽人行公園四季嘅項目嘅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咧係位於中山西區嘅彩虹片區啦。咁佢嘅周邊嘅配套啦，都係非常之完善噶啦，匯集咗佢嘅交通、醫療、教育同埋休閒配套，同埋商圈嘅話咧，都係喺附近嘅，所以都係一應俱全翻啊。咁啊，睇翻交通方面先，香港街坊點樣往返到呢個項目咧，會更加方便咧？喺項目嚟講嘅話咧，步行3至8分鐘嘅時間可以去翻中旅彩虹樓下呢邊，乘坐永東嘅直通巴士往返香港，同埋去翻彩虹里1+1嗰邊嘅話咧，亦都有環島通嘅直通巴士可以往返香港嘅。咁啊，兩邊嘅站點啦都係非常之近噶啦。咁同埋嘅話咧，喺門口打台車或者自己自駕車嘅時間啦，大約5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國際酒店交通大廈，乘坐直通巴士嘅。所以站點嚟講，亦都係非常之多選擇嘅。咁同埋嘅話咧，10分鐘嘅時間可以去翻中山北站。咁啊，中山北站嘅話咧，現時亦都係喺度升級緊深茂鐵路嘅。咁啊，到之後通車之後啦，咁就可以去翻深圳嘅西尼站啦。咁目前嘅話咧，橋墩呢一邊咧都已經係整咗喺度噶啦。咁同埋嘅話咧，如果你自己自駕車翻嚟嘅情況下啦，喺珠海口岸啦，翻到嚟呢個項目大約亦都係50分鐘嘅車程時間啦。咁啊，再嚟睇翻嘅話咧，喺呢邊嘅中醫院同埋嘅話咧，中旅彩虹嗰邊咧，亦都有巴士站點可以去翻中山嘅各個區份嘅，所以交通咧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再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配套方面啦，喺公園四季呢邊嘅話咧，步行嘅時間啦，亦都係5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中旅彩虹金喜悅嘅商業呢邊啦。咁啊，亦都匯集咗佢嘅超市啦，同埋 M 記啦，同埋大家樂啦，都係喺嗰邊嘅位置嘅。所以餐飲嚟講嘅話咧，會比較多啊，同埋亦都係步行10分鐘嘅時間可以去到龍泉廣場啦。咁龍泉廣場嘅話咧，佢亦都係有超市、有酒樓、有麵包鋪嘅，同埋亦都有1+1嘅本土超市啦，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噶啦，同埋嘅話咧，食飯嘅地方咧亦都有嘅。咁啊，喺呢邊嘅位置嚟講嘅話咧，咁啊再遠翻少少啦，大約係自己自駕車7分鐘內嘅一個時間啦，可以去到天悅城啦，或者係去翻麥德龍啦、迪卡龍啦呢啲嘅方面嘅話咧，都係非常之近嘅。咁啊，再遠啲啲嘅話咧，大約10至15分鐘嘅車程時間啦，可以去到興中廣場或者係步行街嗰邊，同埋萬象匯啦、大信新都會啦，同埋假日廣場啦，都可以去到嘅。咁啊，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，其實山姆會員店亦都係好近噶嘛。中山嘅山姆會員店已經係開咗業噶啦，喺呢度嘅位置啦，都係10分鐘嘅時間啦，就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嘅。咁其實而家目前嚟講嘅話咧，配送方面啦，都係好快噶啦。咁啊，半個鐘來嘅時間啦，就可以送到嚟公園四季嘅項目啦。咁啊，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呢一邊嘅醫療配套啦。咁喺呢度嘅話咧，亦都有西區嘅醫院啦，有中山嘅中醫院、三甲醫院啦，佢嘅器械啦，同埋醫質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會比較齊全翻嘅。步行過去嘅話咧，就喺前方嘅位置，包括翻佢嘅中旅，即係佢嘅彩虹濕地公園嘅話咧，都係喺前方嘅，都係非常之近噶嘛。休閒嘅配套啦，都可以過去散步啦，或者係跑下步啦、打下籃球啦，都係喺前方嘅位置嘅。咁啊嗱，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呢邊嘅教育嚟講嘅話咧，都係比較多人選擇嘅，係啦，西區嘅中心小學啦，同埋呢邊嘅幼稚園啦，都係喺呢邊嘅位置噶啦。咁啊，嚟睇翻嘅話咧，就係而家目前公園四季在賣嘅貨源嘅話咧，咁啊係佢嘅2期同埋1期啦，咁啊分為咗1、2期去開發啦。咁啊1期嘅話咧係現樓嘅項目，大家亦都知道啦。咁啊1期而家賣緊嘅話咧係咩貨源咧？
賣緊係佢嘅5棟同埋8棟啦，咁面積嘅話咧係以90方同埋105方為主嘅，單價嘅話咧喺11,500蚊，係包含咗佢嘅裝修，而且嘅話咧而家亦都可以做到4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到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想了解更多嘅資料咧，都可以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 嘅。咁嚟睇翻二期呢邊先，二期嘅話咧，一共係有13棟嘅樓宇嘅，咁有7棟嘅話咧係開發商售賣噶啦，有一棟嘅話咧係公建配套嘅，7棟當中嘅話咧賣緊有3棟，仲有少少嘅零散嘅貨源係115方為主嘅，但係咧個單價嘅話咧大約係喺13,500蚊起1平方米，包含咗佢嘅精裝嘅。再另外嘅話咧就係1棟、2棟同埋7棟啦。一棟咧仲有幾套嘅貨量啦，主要係以90方或者係117方為主嘅。咁另外嘅話咧就係佢嘅2棟，亦都有少少貨量。今期嘅話咧係同大家介紹翻佢7棟而家嘅一啲貨量嘅。7棟嘅話咧總層高28層高2梯4伙單位，咁面積嘅話咧係90方同埋117方嘅單位嘅。咁單價嘅話咧係喺12,500蚊起嘅，而且嘅話咧，亦都係包含咗佢嘅裝修啦。咁而家目前嚟講嘅話咧，兩邊即係1期同埋2期嚟講嘅話咧，1期呢邊嘅話咧，亦都可以享受翻交1萬蚊可以贈送翻車位嘅。2期呢一邊咧，同樣亦都可以享受翻交1萬蚊可以贈送翻車位嘅。睇翻大家係想揀翻現樓嘅項目啦，定係想揀翻呢一邊明年之後再收樓嘅。整體嘅樓宇嚟講嘅話咧，其實都已經係建設好咗噶啦。只不過2期呢邊嘅話咧，佢4棟同埋5棟嘅交付時間咧，就會喺今年嘅年底嘅，所以好多工人咧都喺度加班當中啊。因為平時嘅話咧，我住喺公園4季呢度啦，都有聽到有時候啲貨車啊運送啲嘢過嚟嘅話咧，都係會比較嘈翻少少嘅，所以一直都喺度趕工啊。見翻門口呢邊嘅話咧，都係已經就好咗啦，包括翻佢嘅園林啦，全部係已經係開放咗噶啦。咁即係佢全部係已經就好咗嘅。而家呢個價錢單價12,500蚊起，以及嘅話咧，亦都係交1萬蚊送翻呢個車位嘅。跟隨個鏡頭再去重溫一下佢嘅戶型間隔啦。今期亦都會同大家去介紹下佢嘅大面積嘅單位，再去睇一睇嘅。去片。各位觀眾朋友，而家咧就上到嚟咗公園4季嘅3棟嘅實體樓，而家所在嘅樓層喺2樓嘅。咁為大家介紹話咧，最熟悉不過嘅115平方米可以做4房嘅設計。咁而且呢邊嘅話咧，都係帶埋裝修交付噶啦。交付標準嘅話咧，門同密碼鎖咧都係交付標準嘅。咁我哋而家咧睇翻嘅話咧，都係佢嘅創意示範單位嚟嘅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喺左手邊呢邊嘅位置嘅話咧，有個玄關嘅位置，可以做翻鞋櫃與收納嘅一體櫃。咁一入到嚟嘅話咧，喺呢邊嘅位置咧，佢係做咗一間書房嘅形式嘅。咁你可以作為多功能區域啦，因為佢交付嘅時候咧，呢一度係會有一埲牆嘅。喺門口一入到嚟嘅話，呢度係正常嘅一間房間，有採光窗嘅。如果中意呢種設計嘅話咧，可以參考一下南北對流嘅設計嘅。我哋先睇翻佢廚房呢邊嘅位置先。廚房嘅話咧係做咗L 字形嘅一個設計啦，因為佢呢邊嘅話咧都會有突出咗少少嘅，預留翻雙門嘅雪櫃位置、星盤同埋下面嘅間隔可以睇翻。呢邊嘅景觀嘅話咧，如果高樓層嘅景觀嘅話咧，個視野咧都非常之靚嘅。到時候嘅話咧，都係會有道趟門啦。出到嚟嘅話咧，係擺咗張4人嘅飯台喺呢個位置嘅。同埋嘅話咧，呢邊係佢嘅一個芒可以連接翻下面嘅一個大門㗎，以及係地下室嗰邊。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嘅一啲趟門咧，都係做咗雙層隔音玻璃嘅。出到嚟呢邊嘅話咧，係佢嘅一個北朝向啦，東北朝向嘅。望過嚟嘅話咧，深澳鐵路咧，亦都喺度整理緊㗎啦。個橋墩咧都已經係整好咗啦，已經係開始搭橋㗎啦。同埋呢邊嘅話咧就係公園4季嘅。入住率咧係非常之高㗎啦。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咧就住咗係1期嘅，都住咗年幾嘅一個時間啦。呢邊嘅話咧，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啲嘅兒童遊玩嘅設施嘅。
關鍵亦都要睇翻你係揀翻邊一棟嘅樓宇嘅，因為都有115平方嘅單位啦，但係佢嘅一個陽台咧，佢會有少少唔同嘅，咁啊睇翻大家到現場出嚟啦，我哋再溝通翻，咁啊睇翻佢嘅廳先，咁啊整個廳嚟講嘅話咧，都已經係好闊噶啦，係啦，咁啊呢邊嘅話咧，正常擺翻梳化，同埋咧冷氣咧都係膠敷嚟噶啦。咁啊呢邊嘅話咧，背景牆自己再去做翻，因為以白色嘅乳膠漆牆面去膠敷嘅。咁啊睇翻佢呢邊嘅一個露台先。嗱呢邊嘅露台嘅話咧係南朝向嘅，望翻園林呢一邊。咁啊園林咧都係好靚噶啦，喺西區嚟講都係非常似公園嘅一種 feel 啊。咁啊〜非常之舒適嘅感覺。平時咧，我哋食完飯啦，都會落去行下佢嘅一個園林啦。我覺得都係非常之靚嘅，因為設計得係好有層次嘅。咁啊，再去睇翻佢嘅正區先。正區呢邊嘅話咧，分佈係有洗手間。洗手間嘅話咧，係喺呢邊嘅位置嘅。係啦，咁啊，花灑水龍頭啊，呢啲全部都有膠附嘅，因為佢呢邊係會帶咗呢個窗台嘅一個位置，咁啊同埋呢邊嘅話咧會有一間房間，呢間房間嘅話咧就擺咗張4尺嘅床喺呢邊嘅位置啦，咁同埋咧衣櫃咧到時候咧可以就翻喺呢個位置嘅，都有窗台嘅位置，因為呢啲位置嘅話咧開發商冇剝咗佢，亦都唔可以剝嘅，係啦，咁啊所以到時候再佈置一下啦，咁啊同埋呢邊嘅話咧都係望翻園林嘅位置啦，咁啊就到三邊落床啦，空間咧都係比較大嘅，咁啊呢度亦都有一間房間。嗱呢間房間嚟講嘅話咧，大家認為深澳高鐵咧鐵路會有少少嘈，但係基本上所有一啲嘅門窗啊都係已經係做咗有隔音嘅，咁啊同埋趟門啦都有做咗隔音嘅，所以嘅話咧相對嚟講佢都會有少少嘅產生，但係我覺得影響唔大，因為佢嘅話咧係到咗10點鐘之後啦就係停運噶啦，所以呢一點睇翻個人嘅一個選擇啦。咁啊同埋呢邊嘅話咧亦都有一間房間嘅，咁啊呢間係套間嚟噶啦。咁啊我哋嚟睇翻佢嘅套廁位置先。套廁嘅位置嘅話咧入嚟睇翻。嗱，咁啊，其實空間感係 OK 嘅，都有窗台嘅位置，呢度亦都有採光窗、馬桶同埋洗手盆呢啲嘅話咧，都係膠敷嚟噶。咁啊，出到嚟兩邊嘅話咧，可以去正常就翻衣櫃嘅，擺咗張6尺嘅床，3面落床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同埋啦喺呢邊嘅房間望翻出去先。咁啊，其實路間距啦都係飽闊落嘅，整個西區嘅採用片區嘅入住率啦都係非常之高噶啦。咁啊，呢一套單位嚟講嘅話咧，總價160萬就即可上車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都可以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 嘅，再去同大家睇另一套單位。而家咧就上到嚟咗公園4季嘅6棟嘅老王單位，而家所在嘅樓層喺2樓嘅2梯4伙嘅單位設計，有2伙單位咧係90方，有2伙單位嘅話咧係140方嘅大面積嘅單位啊。咁啊睇翻公共嘅位置啊，呢邊嘅位置嘅話咧都係實際嘅膠附標準，佢係冇做封窗嘅設計嘅。咁啊睇翻佢呢邊咧，亦都係開發商做好咗膠附嘅嗱。帶埋裝修，呢邊嘅門同密碼鎖咧都係交付標準。一入到嚟嘅話咧，喺右手邊呢邊嘅話咧有一間房間嘅，咁啊佢冇窗台嘅位置，整個空間咧都係 OK 嘅。呢度嘅話咧，係個玄關嘅位置，到時候自己去設計翻鞋櫃與收納嘅一體櫃啦、電掣嘅位置啦，同埋網線嘅位置啦，都係喺呢邊噶啦。咁一入到嚟嘅話咧，南北對流嘅設計嚟噶啦。咁啊，整個廳嚟講嘅話咧，都有4米左右嘅一個開間嘅。我哋嚟睇翻佢嘅廚房。廚房嘅話咧係做咗 U 字形嘅設計嘅。睇翻星盤同埋新拉式嘅水龍頭啦，同埋星盤下面嘅間隔啦，整體空間都係可以嘅。採光窗啦、消毒櫃都係交付標準，同埋佢嘅櫃嘅置物架啦。都係已經係開發商做好咗啦，而且質量嚟講嘅話咧，亦都係非常之 OK 啊！抽油煙機、燃氣就呢啲都係已經交付埋噶啦，同埋呢邊嘅話咧，正常預留咗雙門雪櫃嘅位置啦。睇翻佢嘅趟門先，亦都係做咗3摺疊嘅趟門嘅。出到嚟呢邊嘅話咧，就係飯廳嘅位置都可以擺到圓台噶。咁我嚟睇翻佢呢邊嘅露台嘅景觀先。呢邊係北朝向嘅露台，
望翻過嚟嘅話咧，都可以望到園林嘅。佢前後咧都係可以望到園林噶啦。呢邊嘅話咧，4、5棟咧，所有嘅嘢基本上係已經就好咗啦。內部嘅裝修啦，預計嘅話咧，年底就可以收樓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喺右上角聯絡翻 Kelly， 讓我實地過嚟去考察一下。呢邊嘅芒啦都係交付標準嚟噶啦。咁我哋嚟睇翻佢嘅主露台南朝向呢邊先。南朝向呢邊嘅露台嘅話咧，係有7.7米嘅，係啦。7.7米之餘嘅話咧，望翻過嚟呢邊嘅景觀，其實佢嘅個樓間距嘅話咧，都有60米左右嘅樓間距離嘅。咁見翻前方呢啲嘅樓宇嘅話咧，都係會遷房，已經係收咗樓，係清水樓交樓嘅，所以嘅話咧部分咧係已經裝好修，已經入住咗啦。你可以見翻都有一啲嘅衣服啦，晾咗喺出邊嘅陽台出邊嘅。咁嚟睇翻嘅話咧，冷氣係已經有交付噶啦。呢邊嘅一啲燈帶啦、筒燈啦，都係交付嚟嘅，以白色嘅乳膠漆牆面交付啦。嚟睇翻呢邊係洗手間嘅位置，可以見翻佢嘅淋浴區，亦都有窗台。洗手盤都係非常之大嘅，馬桶呢啲啦都係交付標準嚟噶啦。呢度嘅話咧有一間房間，呢間房間嘅話咧都可以望翻園林噶啦。呢度咧有一間房間咧係連接咗出面嘅露台嘅，5尺6尺嘅床都擺得落去，衣櫃嘅位置咧就在位呢一邊啦。嚟睇翻嘅話咧，佢嘅地磚咧係灰色調嘅。嚟睇翻佢嘅套間先，套間嘅套廁可以見翻佢係有浴缸嘅位置㗎，已經係交付埋㗎啦。採光窗係呢邊馬桶啦、淋浴區啦，亦都係做咗分區嘅設計啦。呢邊嘅話咧係洗手盤嚟嘅，可以見翻其實都係比較大嘅嚇。呢度門啦、兩邊嘅衣櫃啦，同埋呢度正常6尺嘅床係 OK 嘅。同埋嘅話咧，呢度亦都帶埋咗窗台嘅位置嘅，望翻出去嘅景觀咧係可以望到園林嘅。整體呢邊咧亦都有兒童遊玩嘅地方嘅，所以落到樓下啦帶小朋友啦，其實亦都係比較方便翻啲啦。呢一套140方嘅單位嚟講嘅話咧，總價就240萬左右嘅，15%嘅首期，大約係需要俾到36萬嘅，其餘嘅銀碼嘅話咧，全部係按揭月供啦。另外呢一邊嘅話咧，開發商已經帶埋咗所有嘅裝修，而且周邊嘅配套啦都係非常之完善噶啦，實地就可以見到嘅。同埋交通啦，往返香港啦，亦都有直通巴士乘坐啦。去翻深圳嚟講嘅話咧，呢邊嘅位置咧都好近。你去翻廣州咧，自己自駕車嘅情況下咧，都係大約40幾50分鐘嘅一個車程時間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情況下咧，都可以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。整體嘅樓宇嘅話咧，佢已經係建設完畢㗎啦。交付嘅時間嘅話咧，大約係會喺明年6月份至10月份中嘅一個期間啦，就會全部係收樓嘅。都係帶埋裝修嘅。呢邊嘅物業管理費嘅話咧係3蚊1平方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。而家咧仲限時交1萬蚊贈送翻車位嘅。有興趣嘅話咧，想了解更多資訊嘅話咧，都可以喺下方留言。今一集嘅內容咧，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